Dear Kelly, Hey, this is Jen. 好久不見，真係好開心可以見到呢2年你有好多有質素嘅新作品推出。知道你工作一如既往咁忙碌，但係都要記住照顧身體啊。唔知道你仲記唔記得我呢？當年我選擇留喺香港，完成咗個大學學位。依家嘅我已經成為咗多個廣告製作嘅 producer， 希望我哋將來會有合作嘅機會啦。就喺我寫緊呢封信嘅今晚，喺 office OT 嘅時候，突然之間 YouTube 就播咗一首好熟悉嘅歌，我會掛念你，當星光優美，令我諗起好多人好多事，太多以前嘅好時光，然後揾到一封你嘅回信，括弧我一直保存到依家㗎。好想特別感謝你，當年百忙之中都做我嘅樹窿，有你嘅鼓勵，令到我面對人生任何選擇嘅時候都會記得要追隨自己嘅心。另外，我都好想同你分享下我嘅心事，係一件我生命之中嘅大事。一向扎扎跳，最明白我、最錫我嘅爸爸，因為突發性心臟病而離開咗我哋。呢個不辭而別，其實直到依家我都唔可以好好咁消化。可能因為唔想面對啦，我都少咗返屋企。我知道媽咪同細佬都需要面對，而佢哋都好明白，俾咗好多空間我，所以我心裏面有好多愧疚，亦令我諗起2008年爸爸第一次帶我去睇你嘅演唱會，呢個亦都係我哋兩父女好重要嘅一個回憶。唔知幾時再有機會